不可以跟他硬碰。公主剑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别怕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你不怕死啊？要死就一起死啊！小燕哥哥，虫子已经走了。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走，快跑，走，快！林小雅，昊天，顾家，小燕哥哥，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不会的，他们自保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 那边有一条非常窄的通道，那边空间小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杀了他。一会儿我把他引过去，你躲起来。我也要去。快躲起来！快去，进去！
轩儿，你没事吧？要不，走。那个虫子呢？哎呀，到处都是。啊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哎，没事吧你们？虫子呢？死掉了。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刚才跟虎家还有韩贤，逃到洞子外的一个湖泊，那虫子喂水，才没敢追过来。谁知道这虎家是个旱鸭子，一进到水里，他就沉了下去。我们把他拖出来，好一通救治，他才醒过来。那画面呐，那可嘴对嘴啊，我都不敢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从虫子肚子里出来的，我们赶紧把它抬出去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好。哎，李小雅，你那招嘴对嘴，居然可以救人啊！什么嘴对嘴？你们刚发生什么了？你自己问他。我，那你呢？你刚刚不是和薰儿、萧炎在一起了吗？别提了，我进那个山洞七拐八绕的，没一会儿就迷路了。再走，居然出了山洞进了森林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进洞的山口，遇到你们。不好了，又生出小虫来了！抄家伙！哎呀！哎，让我来看看。还没照完呢，我刚吓个半死，我渴。你要是那么怕死的话，还不如回学校去。这个姑娘就要这后槽牙说话，也不见得对我们说话用胸腔发音。我从小在魔兽山脉长大，做了好多年的猎。姑娘，哎，你不要怕，哥哥，你帅死了！你们这些新生啊，就是无聊。切，喝水。讲究点。任寒贤看见那姑娘，可就不会走路喽。看她那肩膀，都快顺拐了。我爹让我躲在箱子里面，但那个箱子东倒西歪的，里面又很臭，我就被熏晕过去了，还以为我死了呢。姑娘，不要害怕，哪里人士啊？盐包兽，盐包必胜，盐包必胜，盐包必胜，盐包必
同学们，白帮独占焚天炼气塔地下的时代过去啦！我们学生会正式代购地下修炼室门票，只要998即可带回家。998，你买不了吃亏；998，你买不了上当；998，你什么都买不了，但是能购买我们地下修炼室门票。你们说划不划算？我要办年卡。办年卡是吧？对，办年卡我们就赠送你魔晶斗气大礼包1份，外加盐帮高阶聚气散1瓶。恭喜你啊，终于到最后一层了。谢谢藤山长老。现在是我渡你，想感谢我的话，留着以后在这里教书，渡他人吧。是。能否让我看一下你的物件？听见小草发芽的声音，花儿绽放的声音，就宛如新生一样。果然如此。给你一个忠告：古灵冷火，斗气大陆很多人都认识，我一直以为他沉寂了。没想到他会再次出现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从此天下多事喽。所有学院的老生都很清楚，每当我们迦南学院放假之际，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保留活动。今年新生也可以参加了。魔兽山脉，一个既危险又富饶的地方。今年新生将和老生一起参加本次的围猎活动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安全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取得魔兽的魔晶，而不是成为魔兽的午餐。魔兽山脉位于出云帝国和加玛帝国交界之处，这里有我们斗气大陆最丰富的宝藏，也是最为险恶的地方。正因为这里魔兽异常的凶残，所以在两大帝国成立之初就达成了公约，保证魔兽山脉的独立。这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，是魔兽的王国。别走，看一看吧。小客件，来一半啊！看一看了。哎，别走啊！
药材。哇，这么多，都是药材。哇，100多点挺便宜啊。不用找了。小李想看一看啦。喜欢。挺好的。同学们，魔兽山脉的天气瞬息万变，不要看现在是晴天，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会儿魔兽山会有大风暴，所以进山以后，所有人都一定要跟紧，大家可千万不能掉队。你说这个地方，哎，等我一下。同学们，就是这里了。若琳，跟孩子们讲一下注意事项，我去周围巡视一下。是。同学们，这里就是学院的补给点，大家四处找找，把物资都挖出来。好，我先去。对，那边。来，帮我一把。来。准备扎营。学院的储备物资大多都在附近，今天快点把补给站给搭起来。晚上呢，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装备物资准备充分。这什么鬼地方？白天热得要死，晚上冻得要命。忍忍吧，我们又不是出来看风景。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，争取多取点魔镜。你说的倒简单，魔兽可不好对付。魔兽算什么？他就是再厉害，他能有人聪明？胡佳同学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斗者采摘药材，猎杀魔兽，夺取魔晶，在魔兽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侵略者，他们会拼了命和人类对抗。老师，那魔晶是什么？魔晶是魔兽体内的一种共生物，只有在品相完美的魔兽身上才会出现。一旦发现有魔晶，便被认为是兽王，而兽王呢，又是依靠魔晶
来领导自己的种群和维持地位的。所以，夺取魔晶的时候，一定会受到整个种群的抵制。这次试炼主要是以采摘药材和围猎魔兽为主的练习。夺取魔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，大家不要随便下手啊！老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老三生病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怎么了？韩长老，这孩子他病得不轻啊。孩子，你病得很重，知道吗？怕是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。来几个同学，把他抬进帐篷里。不要，我能行。你如果坚持走下去的话，会丧命的，知道吗？留在补给站，等我们回来接你。韩长老，让他去吧，我们几个一起照顾他。不行，前面路途凶险，带着他的话，会害了他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在这休息。老师，怎么了？他把他送回补给站吧，他不能再往前走了。老师，我没问题的。这是为了你好。这个地方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把他送回补给站。好。前面的同学，不要乱了。后面的同学，都跟上，都跟上。哎，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？同学们，你们都再坚持一下，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补给站。快点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大家伙怎么累成这样了？才走了几步路啊！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能停留。起来，接着往前走。让我歇会儿吧，大嫂也走不动了。大家如果在天黑之前在半山腰歇息的话，这不就等于往魔兽嘴里送食物吗？昊天，坚持住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拉着你走。同学们，后面的同学都跟上了，坚持住！起来，起来，走，快！
前面那座山，就到达学院的营地了。出我心愿，长跑南辕，对我诺言尽力修剪，凝固瞬间，炼狱容颜，终身一跃，无恨无怨。傲之中剑在手，年少英雄却能想烦恼，凭借烦恼，山呼海啸，驰骋纵天下地小，混沌斩邪魔外道，纷扰人谁都插翅难逃。还是来触摸起年少，英雄不问名号，风雨昂首世上，趁年少，出名春早。我小时候啊，在这里扎过营。这里是魔兽山脉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里的魔兽呢，等级都偏低，那些佣兵团啊，根本就不会来这里。怪你们两个。不过就算是等级很低的魔兽，我们打起来也很费劲。王爷，什么情况？走。什么情况？云来万色，五岳朝宗。云来万色，五岳朝宗。云来万色，五岳朝宗。云岚宗这么好的嗓门，怎么不去卖豆腐脑啊？是迦南学院的长老吧？我是若琳。云岚宗的人来这里做什么？搜查。今日山中出现一只妖怪，杀了我们5个门人。云老宗主传下令旨，务必要抓到凶手，擒拿击杀所有魔兽山脉附近的帮派家族、佣兵团体。我们要一一的细细搜查。我身后这片营地是迦南学院学生的宿营之地，你们若非要进去搜查，也不是不可。不过，请长老明示。问他。我倒是不知道，这魔兽山脉什么时候落到你们云岚宗的手里了？我可是奉迦南学院长老之命来保护这些学生。你们若是擅闯一步，休怪我无情。什么人在此撒野啊？韩阁主，这里都是我的学生，没什么可查的，速速退去。韩阁主，我这也是奉命行事。你们刚说什么妖怪来着？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。一个女孩杀了你们云岚宗5个弟子。绿色头发使的什么招啊？他把他们给吃了。吃了？这是人是兽啊？那女孩乃阿难毒体之人，步步有毒。我云岚宗有斗气护身，倒也不怕。不过她和紫荆翼狮王在一块儿，难缠得很。你是说你们见到了紫荆翼狮王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神兽喽？他骑狮子偷袭了我们的领地，杀害了我们5名师兄。那5人被咬得粉碎，尸骨无存。来了，狮子又来了！来，叫我去会会他。后退！
又要上门送死了吗？小野哥哥，小心！你回来！我说啊，咱们想打大家伙，还得往上走。过去我跟我叔叔在这里围猎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屑到这里来。还要往上走，那得多冷啊！还有什么魔兽啊？来，你过来。魔兽山脉啊，到了这儿就很难再往上了。从而向下，魔兽山脉有一条峡谷，叫镜子岩。镜子岩？这镜子岩呢，是魔兽山脉的腹地。真正的大家伙，可都藏在这儿了。啊？那我们去打一只今天见到那种大狮子回来。嘿嘿嘿。怎么啦？都不敢吗？你呀，最好求老天保佑，别碰到他。你没听云岚宗那个弟子说，他可是吃人的，到时候把你咬个稀巴烂，学校也回不去了。你就在他肚子里炼药吧。我们几个可以把它诱出来啊！硝烟不是有翅膀吗？可以在空中砸它。哎，它也会飞的好吗？其实会飞的魔兽很少的，咱们今天可真是遇上了。这紫金翼狮王是传说中的魔兽，我从小就听说过。哎，我说咱们啊，可别去惹那么厉害的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归队。假如遇到危险的话，就吹起你们胸前的哨子，救援队就会来救你们的，明白了吗？最关键的，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片森林，一定不许离开，否则记大过。还有一点，保护好你们自己，不要受伤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出发吧。走。哎，这边，找到什么了？魔兽啊！魔兽呢？别着急，这得寻老半天才出来呢。这什么魔兽啊？这个呀，这是一阶嗜血鼠。嗜血鼠？对呀，这可是一阶魔兽，两只眼睛是红色的，魔晶取出来之后可以炼丹。吃了这丹药啊，可以治尿床。我说啊，你们不是打魔兽，是欺负小动物。走，走吧，让你管。是，多管闲事。看你的了。
么样？那边，走。小雅。韩长老，刚才云岚宗的弟子又来了，说是让我们撤下山去。凭什么呀？这魔兽山又不是他们家的。他们说，已经找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被紫金翼狮王掳走的弟子，说是面目烧毁，尸骨不全。我这不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危吗？可是他让咱们撤，咱们就撤的话，那学院的颜面何存呢？没事儿，在限定的范围之内，不会出大事。喂！这个至少得是3阶以上的不死虫。大家把药都含在嘴里，千万别让不死虫的液体进到嘴里或溅到眼睛。这得多大呀？天哪！小心点。往这边走。别忘了，萧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，等病好了再说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？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，是不是练功练伤了？来，我没事的。你们都知道了，倒地不起者为输，倒地之后不可恶意伤人，废人斗气。白山，规矩你都知道了，要是破坏了这规矩，就别怪我出手。好啊。
认输吧。倒下！傻呀！青云哥哥，倒下！萧炎，快倒下！你认得我吗？我认得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？我在梦里啊。明天我和娘去钓鱼，娘还答应我教我唱歌呢。这么好啊，那你可要乖乖的听娘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为什么人长大了都那么讨厌，总是叫我听话？你要好好的陪着娘，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，不要让她生气，要天天逗她开心。如果有一天她要出远门，你一定要拽住她，一步也不要让她离开。我才不呢！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？我最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自由自在的，没人管，最好爹娘都不在。我想上树就上树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太傻，你才傻呢！你告诉我，我长大了会发生什么？我有没有和纳兰嫣然结婚？我最喜欢的人是谁？我是几岁离开家的？几岁考上迦南学院？还有，爹娘有没有经常来看我，带很多好吃的？哎，好啦，要相信湘云哥哥，我既然去，就一定有自保的方法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安全的出来的。一会儿到了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好，走吧。这个是紫云翼，真的？不过翅膀受损严重，大概是飞不起来了。啊，那真是可惜了。果然还是没法用了。未必，这骨骼温度尚存，而且还有灵力。我猜生前是一只吞噬过异火的魔兽。如果你想用它，就要受大罪。受什么罪？我呢？想办法把它种到你身体里，再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，等它吸呀吸呀吸呀吸，吸饱了之后有一天叭的长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跟种花一样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种吧。好，我把它焚化了，慢慢给你种。现在呢，先传你焚诀。
焚诀千年流传，是我们星陨阁从不示人的宝物。常人呢，只能吞噬一种异火，但有焚诀辅助，你就可以吸收各种异火。异火越多，焚诀需要的等级就越高。你也知道，吸收异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修炼焚诀，你更要承受好几倍这种痛苦。它会把你细胞里的所有杂质燃烧殆尽，你会感觉到经脉爆裂，皮开肉绽，这种痛楚会遍布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还只是开端，怎么样？还有勇气练吗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赶紧交代。有一天我出去了，我给你办。药老，我还是担心一件事，我要是吞了古灵冷火，会不会有人发现你？你说韩风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找到我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反而你有古灵冷火，他会更加忌惮。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，无需担心。练吧。好一个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。药老，请传授我吧。醒了，你在焚天炼气塔用斗气和烈焰抗衡，体力透支晕倒了，是萧薰儿发现你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。躺着别动，这些花草都有治愈的功效。是。我不知道你练的什么功法，你身上的经脉已经断了10之7、8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已然是个奇迹。不过，我担心你入了歧途。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。长老，您说，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灰烬并不代表消亡，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拿着这个树枝，什么时候它在你心中开满了花，你的功法也就算是练成了。这个是藤山长老给我的。他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火焰的力量是生生不息，给予温暖，光明照耀。这个就是生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这个就是正邪之间的分界。
焚厥藏，异火荒；焚厥现，天下战；焚厥废，斗者伤；焚厥出，邪道诛。焚厥藏，异火荒；焚厥现，天下战；焚厥废，斗者伤；焚厥出，邪道诛。修炼异火，会让你全身经脉重新熔炼，以达到可以容纳异火的水平。这个过程会异常痛苦，犹如凤凰自焚，涅槃重生。但只要能熬过去，你将会脱胎换骨。药老，药老，药老，药老。药老，你从烈火中走来，说明你身体已经被净化过了。现在跪下吧，我传你古灵冷火。是。不要抗拒，把它当做你的鲜血，吸收到你的经脉里去。老了是吗？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我，一个活了100年的人。100年，那很久了。能死去的人才是最幸福的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而我却要带着100年的回忆活下去。这种滋味，没人能懂。对了，我找到了可以把翅膀种在你身体里的方法。当年斗帝在创造焚诀的时候，在生和死之间开拓了一个空间，他让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有一个地方寄居。你必须要从这里出去，古灵冷火和焚诀才能真正属于你。从这里出去？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你如果从这里出不去的话，就会跟我一样永远困在这里。我已经把古灵冷火传给你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沉睡一阵子，希望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这儿了。药老，
焚天炼气塔晕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哪里像个活人啊？我只是有点冷。你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。好冷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，小妍哥哥，别睡。药老，药老，药老！50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走吧，走啦！雪儿，小妍哥哥，50快到了。这谁呀？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小薰儿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了？那就改一天。今天萧炎生病了，若是白山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能先收回，不然别人以为白帮打退堂鼓了，对不对？跟全世界都没有关系。你就不能再等等吗？我也想等，可这个世界不会等我呀。逼死我娘的那些人不会，逼得我爹自废斗气的那些人也不会，那些千方百计想要设计我的人更不会。血宗、魂殿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坏人，他们都不会等我。我没有时间了。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白山我就停下脚步，我将来还怎么保护你们？也许坏人能变好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，坏人只会越变越坏，而消灭他们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比他们变得更强，让他们彻底消失。各位安静一下啊！今天开会，
哎呀，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们的萧帮主挑战白山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勇气可嘉呀。是嚣张过头了吧？好了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大家都担心，万一萧帮主输了怎么办？以后有人来欺负我们，抢我们的摊位，我们连一个出头露面的人都没有。萧炎是我们一帮之主，也该听听帮众的意见。现在举手表个态，支持萧帮主去打白山的，我看看都有谁。不支持萧帮主去打白山的，举手。萧炎，你看看，你就别去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点个头，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们。如果说我还是想打呢？我明白，大家爱护我，怕我受伤，更怕我输掉这场比赛。可如果今天我躲了，白帮的气焰只会越来越嚣张，同样会欺负得我们抬不起头来。有力在战，却选择退缩，这才不是男人所为。不如这样，我们选举出一个新帮主来，我不用帮主的身份出战便是。要不叫韩贤吧，反正他也有经验，一直以来也都比我合适。怎么又扯上我了？你们都不当，我来当好了。我也觉得我资格不够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除了你，谁我都不认。我的话说清楚了，你们慢慢商量吧。适配。自己不是吗？不要想着再劝我了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一定得去。小炎哥哥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一旦要做，不管是谁都拦不住。干什么呀？我是去修炼的，又不是去送死的。你别哄我了，我知道，就算是修炼，像你这样着急的去焚天炼气塔，一定是在拿命修炼。此行艰险，你千万要量力而行，绝对不能有生命危险。